復活節首選係香港體驗小浪人生活，喺一營可以學識衝浪基礎同進階技巧，仲有限定活動，包括紮染 T 恤、絲網印刷、沙灘營火、整 s'more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屬於自己嘅衝浪板，啱晒5至14歲，冇經驗到進階都可以參加。營運11年，舉辦過百個衝浪營，保證安全好玩。英文營有中文同外籍教練，留言衝浪營拎資料包啦。復活節首選係香港體驗小浪人生活，喺一營可以學識衝浪基礎同進階技巧，仲有限定活動，包括紮染 T 恤、絲網印刷、沙灘營火、整 s'more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屬於自己嘅衝浪板，啱晒5至14歲，冇經驗到進階都可以參加。營運11年，舉辦過百個衝浪營，保證安全好玩。英文營有中文同外籍教練，留言衝浪營拎資料包啦。復活節首選係香港體驗小浪人生活，喺一營可以學識衝浪基礎同進階技巧，仲有限定活動，包括紮染 T 恤、絲網印刷、沙灘營火、整 s'more。每位小朋友都有屬於自己嘅衝浪板，啱晒5至14歲，冇經驗到進階都可以參加。營運11年，舉辦過百個衝浪營，保證安全好玩。英文營有中文同外籍教練，留言衝浪營拎資料包啦。